世界万行街，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这2天，大家真关注着中国的情形。人民白纸武抗议，官方发布江泽民的过身，一边开始放松管制做准备，起着20万床的大病院。中国的疫情也阁有连续剧。那么，习近平考验才才开始，今仔日咱来讲全部。首先，咱来绍介到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詹建元詹老师。主持人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的来自中国的作家上官乱。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上官乱。那么第3位是咱台北医学院通识教育中心的教授张国成张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关心江泽民，这个对台湾民众来讲吼，这个耳孔哦真熟吼，尤其这飞弹危机啦，对咱台湾的讲话，大家对印象真深刻。尤其啊，这个法轮功啊，哦，定定以伊来做目标。昨啊，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暗时来发布，伊已经过往的消息。江泽民坐这个为国家领导者的位13年，互中国的政治稳定落来。同时间，迄阵时嘛加入着 WTO， 使得中国的经济咧会当快速来成长，顺利来加入这个世贸组织。不过，有学者分析，身躯边的人一直逼出啦来食钱、贪污、污洗的代志。和现任的中共的这个总书记习近平查甲真彻底，会当讲是呢，江泽民这派的统统掠了了。那么伊一过身，代表着习近平的势力会较稳固，也可能会转移中国国内的抗争的焦点吗？到底来关心。中共第3代领导人江泽民30日上海过身，享其寿96岁。消息透过官方媒体公布，回顾伊一生1989年就历史事件得到邓小平钦点上台，伊在元老派支持之下，开始经济改革方案，稳定迄时阵的中国政局，也让中国经济成长快速，顺利加入世贸组织，展现大国外交的实力。到了他的执政的第2任任期内，就是90年代的后半期，他已经可以推出大国外交了，就是他的整个经济实力跟局势都已经稳定住了。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不过，江泽民卸下总书记的职务了后，虽然是把持2年的解放军军权，和接任的胡锦涛因讲是权力无完整。学者分析，伊江家军一直爆发贪腐大案，并且正反拢有。所以他这2年，他升了很多大将，那是上将，那这些人在习近平时代慢慢的一个被拔掉，真正能够掌握中国的情势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全面习近平时代的开始。学者认为，江家军后来和现任国家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插班，子弟兵用要瓦解。伊的过身除了象征习近平的势力更加巩固以外，最近中国因为防疫清零引起白纸运动民怨，伊的过身无的确应暂时转移中国境内关注焦点。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今仔日开始来关心这个江泽民的代志，有2个意义，一个。伊对着两岸的这个关系影响真深。那么第2个，对着中国的这个走向呢，其实有这个主导的这个意味。尤其啊，伊在位，其实啊，咱甲算，那13年的时间，啊，搁有呢，伊离任了后这个2002吼，了后伊个吼延续了3年，才辞去了中央军委会的主席。所以呢，伊这个在位的时间真长，这是头一个。第2个，伊对着这个学运的这个镇压，但是呢，这个6四天安门事件了后，伊才来开始伊的这个中国总书记。老师，你来看吼，伊甲江泽民甲这个习近平之间，尤其上后尾来查这个江派的人，查甲真厉害。这是不是意味着讲，在中国这个势力？已经无江泽民有可能性，也就是讲，在中国已经无上后的这个反对派啊。
江泽民伊的细力吼，伊迄代的人拢差不多吼，拢退休啊啦，吼，还是讲过身去，啊，即摆拢是主要拢第二代，第二代嘛定定嘛像足济吼，伫中国迄个胡锦涛这代吼，啊，即摆习近平，所以在伊的细力吼，较核心在伊的干部吼。可能拢差不多，拢差不多，嘿，啊，即马上大靠山，即马无去啊，吼，应该拢差不多要用清了去啊，啊，所以习近平要夺权，当然是爱甲头两个太上皇吼，这个势力甲清除了，伊才有法度吼，完全降啊。是，所以我想是差不多所以有的人就有标题讲一个时代的结束。我想应该是啦。当然咱嘛唔当敢若看讲江泽民的时代吼，伊当然经济发展是迄个中国为即个6.4天嘛了吼，啊，迄当阵全世界该做经济制裁吼。但是伊嘛是掌握迄个手段，伊靠台湾吼、台商啦、甲港商啦吼，遮吼，甲迄个华侨遮侨商吼，甲钱入去啊吼。啊，另外都是伫政治上吼，虽然伊政治上叫做正左进右啦吼，经济吼开放吼，有钱大家赚，伊个奉守迄个邓小平有一个名言啦，讲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先。会好压起来，啊！这一部分人就包括因共产党的干部嘛。啊，佮伊家己，甲伊家己嘛哦，伊家己因囝就是甲迄个，甲台湾的王家，甲王家嘛吼，嘛之前嘛做遮迄个科技的遮生意真做真大。就是啊吼，伊拢无咧避讳遮的人吼，所以当然大家拢有钱通赚，人民啊生活嘛有改善，所以。中国伫伊这13年，但是习近平在这个历史文件内面对伊的这个评价真低呢吼。是因为伊搁互迄个吼资本家啦接入党啦，即甲迄个共产党啊社会主义这概念是。咱就会记86学运的学条的时阵，就是讲反对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吼。对啊，反对这个官岛嘛、贪污这的嘛吼，但是江泽民伊嘛是伫中华民国时代吼，迄当阵大学生嘛，吼，所以伊有靠接触一寡迄当阵吼较侪外口遮个资讯。对，所以伊的观念毋是讲较迄个像迄个毛泽东啦吼，还是文革较硬平平的啦。嘿，所以较灵活嘛，吼，所以有时候嘛是要故意表现较有些洋化的一些这个做派哈，所以当然跟这个习近平完全不同的气息啦。所以这当然即马当然是一个时代过去啊，因为习近平是重新要登去的毛泽东啊，伊的意识形态，正统的意识形态。对，所以甲江泽民有部分呢这个开放这个当然是差别就大的。这个我就要请教哈，在中国长大的上官亮。你们对于江泽民的认识，尤其你这个年纪，你还算年轻，你对他的这个印象，或者一般人对他的印象评价是什么？这个对江泽民的评价，其实在中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要分几个年龄段，就几个世代的人来看，就是更老的那一代，比如像我奶奶，或者甚至我父母他们那一代。就他们在，就是怎么讲，他们那一代就是在89的时候，他们正好是青壮年的时候，他们见识了就整个时代从这个文革到这个开放到89的那个政变，然后到现在这么一长段时间，所以他们对江泽民的评价呢，其实是蛮复杂的，就觉得这个人呢很务实，然后呢很洋气，然后呢我们中国人第一次能够看到国外的大片。这个泰坦尼克号就是江泽民引进来的，对，网络上都是写对，第一个是他，然后呢，到我们这一代哈，就是在2013年这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们正好是成年，我们开始有辨别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整个网络上兴起了一股，我不知道台湾人知不知道这个那个默哈。
蛤蟆，对吧？蛤蟆就是指他嘛，就是那个对法轮功说他是蛤蟆，对，然后我们就引用这个叫法，然后貘就是那个膜拜嘛，膜拜就摩哈现象，就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整个互联网就兴起了一股这个摩哈现象，它成为一种年轻人的亚文化，就成为大家年轻人的一种暗号，就是动不动就是加 ES， 就是给他续命，就意思什么呢？它反映了其实整个互联网时代，因为我们是经历了互联网从相对开放到完全禁闭的时代嘛，就到习近平这个时代。但胡锦涛是夹在中间，就是他比江泽民呢要封闭，但是比习近平呢要好一点。那么我们经过这个时代之后，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通过就是各种戏谑的方式、网络化的、艺术化的这种多元化的方式来表达对江泽民的这种戏谑的一种但是又可爱的形象的这种传播、这种描绘，来传达我们对习近平这个时代的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几代人就是给江泽民的他整体的形象呢是非常的就是他是非常的多元，然后非常的活泼，至少是一个有人味的人。就是之所以有人味，要分两个来看，就是一个他有优点，第二个他的缺点也很明显。他的缺点，当然就是我们都知道，他是在89这个风口浪尖出来的，他那时候本来都准备隐退了，他这个时候出来，那么必定是因为他做了党认为最对的事情，他的确做了最对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呢，不是突然做的，其实我们要往前看，这个就是1986年的那一次学潮的时候，他就所谓的在上海已经做了正确的决定，就是镇压嘛，严酷的镇压。所以呢，就这样一个人，他在中国需要开放的时候呢，他选择了开放的路；然后在中国需要镇压所有反对势力的时候呢，他采取了最果断的措施。这个恰好是那个时代党最需要的人。所以呢，就是他的形象是非常的复杂，是非常的丰富，但是他恰好代表了这几十年就中国在转变的这个过程中，最完整的一个形象。是，那我要请教张老师哈，咱看到这个江泽民，尤其咱对咱台湾人，就是听讲哦，伊就是社会端一上正确这个代表哈。但是在今时今日，咱看到这个北陆吼学潮，这86学潮，后来才演变做讲虽然较镇压，但是演变到变做绿树天安门事件，敢有可能在这摆这个白纸这个革命也变做讲虽然压落来。但是啊，慢慢修，修到上尾要变做会当来反抗的这个学潮，敢有可能？首先吼，我感觉白纸革命吼，应该即马叫白纸运动，可能较好。啊，佫无到革命。啊，到革命吼，革命就是爱推翻共产党，但是即马看起来吼，参加的人吼，个势力可能啊无主要爱诉求，就是共产党爱落台，只是共产党爱改革。共产党爱改变即马对疫情的政策呀，所以我拢用运动啦吼。这当然嘛袂当怪迄边的人啦，因为共产党实在是受可怕啦，吼，这毋是咱台湾人会当受咧。所以吼，惊共产党吼，这是足正常。好，转到咱原来的这个议题吼，我认为吼，江泽民即马过往吼，对台湾上大影响就是哦，过去几下10年以来，10几年来吼。不断的有人吼，咧讲什么中国内部什么江派、石派，因为咧斗争，互相斗来斗去。但是咧，对共产党真正有了解，拢会当知影，共产党讲实在拢是共款的啦。吼，你讲什么人哦，甲什么人？有什么人较开明？有什么人较根本的无共哦。我感觉这种东西吼，受过。乐观天真的想法啦，即马已经过往，所以这种的谣言吼，这种的可能都袂当阁讲落啊。我感觉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吼，江泽民对伊上大的威胁吼，毋是啥物江派，毋是啥物江泽民的势力继续的挑战，毋是，是人民的比较。哦，比较，就是江泽民的时代。就是他说上官乱讲的，就是讲系摩哈哦，这是上摩哈个网络顶头个有。对，就是。江泽民的时代吼，言论社会吼，比即马来讲吼，我个人吼，迄时阵去中国的经验，甲中国朋友来往的经验，迄时阵比即马较自由。开放较真济，嘿，这是事实。江泽民至少吼，人会当用即种的较可笑的即种方式吼，去笑，但是咧，
伊个人至少全部拢掠起来。即马伫中国，你莫讲是去扣即马领导人啦，你讲甲伊名同款的字拢袂当用，这当然是有足大的差别。而且咧，江泽民不管如何比较习近平伫对美国的关系，伫对内部经济政策，甲对即个外交，拢较温和，这是事实。所以大家可能想到讲，以前拢白共产党啊，以前拢会当互人民小可讲一个话，做一款代志，同款中国袂当进步啊？为什么即马啥物拢袂使？这种比较讲实在，对即马中国领导人来讲，这是上大危险。伊即摆嘛是真高调咧来纪念即个江泽民同志哦，即个个即个纪念学长啦所以较早足侪人讲习近平甲江泽民话无好其实江泽民讲的三个代表，伊其实时阵嘛有写伫共产党的即个文件要甲伊咧宪法，所以王沪宁这嘛是江泽民时代用的人嘛，伊即嘛伫政继续在做大官嘛，所以咧真正的问题毋是这两个人的中间有啥物根本的问题，拢一挂啦。但是真正的问题是甲人比较，为什么即嘛甲破？就是讲江泽民偌伟大是咱敬爱的即个以前的领导人就是即马中国共产党知影民间足侪人对江泽民有情感、有感情。这种感情毋是讲伊拢介意伊啦，伊是甲比较的结果，毋是讲因咧人偌介意江泽民，伊是比较之下。这个正经的人袂歹，所以佫有即种人的存在，所以咧继续当然对伊来讲爱较尊敬，对即个民间即种对伊有感情的人甲伊即个安抚一下，就甲呼呼煞煞，甲呼呼煞煞一下，我想这是足重要，所以这嘛代表共产党第一对伊咧民间的即种真正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是足了解啦。但是讲啊，要真好咧。伊了解无代表讲伊就会顺这个民意去行，伊是用更较侪的方式去控制、去镇压，这是足恐怖的代志。所以咱看到即马中国共产党伊透过这种足侪科学的这个方式，以前的时代无嘛。亲像以前你讲北京这个6·4事件、6·4的事件以后足侪人会当为北京。透过足侪朋友的保护走出来，走到香港嘛有嘛一路你讲现金买票，买票这个可能这个车头的这种的工作人员知影你什么人，但是同情伊就互你过去，互你过去。反正你现金买票无记录，但是即马买票是有记录呢，全部拢是电子的呢，所以即马中国掠什么人随着未掠起来以前，随着把你咧。这个户头拢甲封起来，你就马上就变做一个散车人，你根本无法度出去，无法度买物件，食饭拢有困难。尾啊变做讲你要去跟公安局报告。老师，记得咱细汉时阵读的册中国的这人民公社啦，人民公社要拿路条跟米条要出国，基本上都是健康码。即马健康码遐讲实在中国，你讲你白纸运动就好伊真正要做歹的现场所有的人你随着第一，你手机的基地台就甲禁掉，每一个人那种手机马上就无啊。第二是面型过来辨识。第二个是因为基地台看到现场有啥物人的信号，就知影为个号码去查，就知啥物人伫对，然后伊就一个一个去找。讲实在中国即马形成一个全世界历史上拢无的叫做数位的帝国啦。这种的控制实在是数字极权啊！这权这是足恐怖的，所以伫这种现主是伫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大家会怀念正前这江泽民的时代。第一是政府无控制了遐尔啊程度，第二咧就是伊本人讲实在有真正有读册啦。伊真正有留学，伊会晓英语、俄语，对比较即马领导人这个大家拢讲，实在是较硬气啦。所以这种比较其实是对人来讲是一种足大共产党真正挑战，因为历史的这个考考记忆是无法度马上就
完全禁掉了。老师他讲到这个白纸革命，啊，讲到这个防疫吼，即摆咱线顶吼，啊，佫有咱这个台大流行病学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陈秀熙教授吼，教授，歹势，互你等下久吼。咱即摆看吼，白纸革命吼，敢若看起来是抗疫有效呢？广州、重庆、上海哦，30日突然间宣布，哦，这个路标啊，这个涂鸦拢跳，哦，要变做低风险的所在。尤其一个上重要的是，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吼孙春兰啊，这个中国人叫伊吼叫做清零节啦，吼。那一出来就是咧讲动态清零，结果伊讲的这个官方的话吼，刚才是讲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无这个动态清零哦。但是即马老师哦写一个文章来讲哦，真惊中共哦，若是安尼规个放松去，会发生了什么效果？老师你甲咱讲话先。是帮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中国这个可能这个疫情吼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啦吼，因为阮照阮的估计吼，因为若无控制得好，来到12月底吼，累积吼差不多有1400万的感染，啊，这对中国大陆来讲的时阵是一个对医疗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这个负担哦，所以我相信这届中国大陆可能要好好思索一下，就是讲。因为中国大陆过去是安怎一直采取这个清零的政策吼，最主要的是讲，因为要解封，就要靠疫苗，哦，因为全世界国家拢知影，这个咱这个欧米伽的传染足紧的，所以清零吼，你要清零吼，要做清零足困难。啊，还有一个足重要的是讲，中国大陆甲咱过去台湾6月以前共款，因为伊过去拢是属于。无，除了迄当阵武汉开始的感染，吼，伊足久来讲的时阵，清零了后拢是无感染的个案，所以即马变做讲伊是一个处女族群，吼，本来伊要采取清零，是因为伊若无拍好的疫苗，当然要做解封困难，吼，所以伊就用清零，因为伊的人数太济。那万一发生的时阵，才会时大中症会提升，所以不得不采取清零。但是伊本来的算盘是安尼，伊等甲所有国家拢流行结束了，伊就开始做解封。所以你有看到习近平去参加 G20 的这个迄个实体，就代表讲伊阮个人的判断就是表示讲。伊有可能开始要改善这个解封，但是无想到讲即马新型的变种病毒可能伫大陆开始个窜起，从外围的迄个城乡一直甲都市，所以才会造成今天中国大陆的疫情再起。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其实已经唔那是什么 Omicron、什么 BA5、BA4， 已经变形甲足侪项啊。无唔对，因为前昨晚咧讲的，咱台湾嘛有的是 B.F.7， 就是按中国大陆来，所以其实伊这个算盘拢有算过，但是我必须甲大家听众朋友讲是讲，因为伊之所以要清零，其实就是惊伊的医疗能量无够，问题就是疫苗失效。这个疫苗不是干那中国的疫苗，你嘛知影，咱即马全世界第一原始疫苗。对这个感染甲这个种拢有可能失效嘛，所以你若要解封，就爱拍疫苗较有法度，但是中国大陆目前来讲的时阵，伊的疫苗已经拍足久，而且嘛失效，所以伊唔知会疫情再起，这疫情再起，伊的拖是足紧的，这足紧的时阵，因为伫少年人传了特别紧，所以才有可能今仔日的白纸运动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出来，因为这个年轻人感染，伊就感觉伊无安怎，是安怎要甲关，所以伊才会拢安尼叫少年人紧转去处理呢，吼。对，所以伊本来的老伙仔本来拢足乖，但是阮来担心就是讲，伊这个少年人，伊若感染了，会感染个老伙仔，老伙仔的时阵，虽然伊即摆用方舱医院，但是这个老伙仔若是大，若是
若是感染着，伊就会受到伤害。啊，这吼，因为伊过去拢无啥个案，处女族群哦，中重症咧传吼，咧发生足紧的哦。啊，所以这对中国来讲，我是感觉对目前来讲的时阵，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挑战啦。因为3年来伊原来关介久，所以伊的经济也受到影响。所以伫这个情况之下，我个人感觉伊的解放就是爱紧用双价疫苗，较有可能去伊的即摆的情势解放。老师，你讲观众朋友吼，小解说者，什么叫做双价疫苗啊？因为双价疫苗就是咱即摆咧拍，就是讲专门针对 Omicron 即个病毒咧拍。因为咱过去在原始的预防下，这毋是针对 Omicron， 所以伊就失效，就无效。毋则，所以你看咱过去是安怎6月流行 BA.2， 9月、10月流行 BA.5， 迄个是因为咱疫苗拍到一阵嘛失效。即摆新的双价就是表示，伊不但顾以前的即个病毒株，嘛会当顾即摆新型变种病毒株。所以中国大陆一定要安尼做。啊，因家己敢有通啊做？我感觉这就是考验所有领导人的智慧。但是我较关心的就是讲，咱的台商，我是希望讲，若有可能的时阵，若有法度拍双价疫苗拍，对咱来讲，开始一个这个真正的。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咱即摆伫中国上无还佫有40-50万以上的台商嘛，吼？是。啊，因在中国敢有通啊找到双价疫苗通啊拍？所以这就是一个咱今仔日足好的议题，就是讲你给我机会，我就讲，我希望上方的政府拢应该去思考，应该爱对有可能把这双价疫苗带入大陆，互伊遮的台商来拍。老师，你的意见是讲，咱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来买到这个双价疫苗，送去予中国。互咱家己的台商拍。这是安怎？伊嘛是咱的台湾伊嘛是咱的国民，咱都爱甲照顾啦。我感觉中国大陆的领导者要好好想看卖，今仔日若是互这个流行个案发生，虽然伊伫清零，但是即马来讲的时阵，伊无法度甲这个病毒阻止掉，所以伊的种种症会出来，伊的时代。伊的所有的这慢性病人来牺牲，对中国大陆嘛毋是一件好的代志，伊的经济嘛会受到影响，所以这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警讯。即我感觉美国应该嘛是足紧张，因为这个物件会造成整个如果疫情再起，对全世界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大概佫放一摆呢吼。千万唔通，我感觉因为3年来咱已经。咱已经老师，咱今仔才开始喙炎才摕起来呢。咱今仔开始才喙炎摕起来，因为咱的疫苗拍70%，而且咱拍的是 mRNA 好的疫苗。第二个就是咱已经感染，咱的70%的人已经感染，已经多过啊。咱有牺牲的嘛牺牲过啊，所以咱已经。感染过啊！中国大陆即马拢无感染，伊是处女族群，当然这是一个我要甲你强调的。咱台湾经过 BA.2 甲 BA.5的感染，咱的少年人已经有免疫保护力，已经有抗体会当保护，所以这是咱甲伊无共的所在，所以咱毋才有法度甲口罩摕落来。咱今仔日若无行过这条路，甲中国大陆拢无感染，咱面对这种新的变种病毒，咱是无可能甲口罩做解封，所以。简单讲一句话啦，就是讲咱即马因为咱的少年人感染了，伊拢无症头，但是伊会当保护着民众，伊有保护力，所以差不多有70%的迄个民众其实已经会保护。所以其实咱们咧选举的时阵，我就一直甲大家讲，咱台湾有60% 的社区免疫保护力，所以咱毋免去，咱若好好啊来遵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有次序的投票，其实咱对台湾来讲是无共的，但是中国大陆伊拢毋捌感染过，伊即个重启感染的时阵是足危险。老师，想要一个问题吼，咱看到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啊，新华社伊讲防冲无小事啦要建立防冲病院是防堵疫情的关键措施啊，甲老师讲的无共款呢。
老师认为讲哦，这个关键措施是紧来去拍这个双价疫苗啊，因是来去这个方舱病院啦，伊哦山东要来投资230亿啊，来建立永久性的方舱，啊，北京43所的这个高级学校啊，校内场所要去到方舱啦，这个办法够有效？老师，你认为我跟大家讲，这个办法只有暂时有效。因为方舱病院去了，感染啦一直传出去，伊不断的这个动静出来，所以伊的人口遐尼济，伊要开偌济方舱病院，这个方舱病院是毋是会影响到正常的医疗的人力的配置？咱台湾，咱嘛经过这个日子啊，咱嘛有检疫旅馆、检疫所、医院，咱迄当中嘛是因为医疗宾馆嘛曾经有呈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补袂来啦，所以你若讲今仔日伊人口，伊这么大10亿以上的人口，要用这种方式的方舱医院，其实是主要都是救活，无法度解决伊实际上的问题啦，以及经济上面的一个负担啦。所以老师，我甲你整理2个重点，第一，就建议讲，因赶紧连美国人真紧张讲，中国赶紧去拍这个双价疫苗，这第一。第二是看有法度讲，咱台湾政府有通好买一寡这个双价疫苗，但是我感觉这个想法是真有创意哦。咱送这个疫苗互咱的台商，咱就看咱这个对方的政府会来接受，还是两方有可能因为安尼来开始做某种程度的这个交流。老师是不是安尼？完全正确，我是希望大家爱安尼想，因为不管怎样，咱应该保护全世界人民莫因为这新的病毒，可会当牺牲人命这是咱的共同的希望。医疗无界线啦，无唔对。好，感谢陈老师，感谢这个陈教授，感谢。我马上要来问在现场这个陈老师陈教授，你认为在政治上的判断，中国就算讲咱台湾要来买这个双价疫苗，要来送给中国政府。或者是讲，我唔是要送你我要互阮的台商通好登记来拍。老师，你认为这个可行性？咱就知影讲，这中国就爱民主的嘛，习近平这个你坚持什么一个中国啊，什么有诶无诶，迄种是爱伊的民主啊，爱做老大啊。那有可能讲，伊是信任讲因家己的这个疫苗无效因的防疫有漏洞。即摆需要台湾来个支援我感觉讲这可能性，可能是无悬啦但是迄个咱的台商，咱的台商也是讲咱的这迄个公共卫生咱这专家去甲因接触，看安那互咱台商较好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帮助这个对话。我想可能有淡薄仔可能性啦，但是要用台湾即咱政府来提供的这个资源，要入去中国，我是认为讲可能性无大。因为咱过去对着两方的关系拢是以弹球来，以拥有这个发球权，咱都唔捌掌握着这个议题来发球，互因来接，这敢毋是一种机会，还是讲这其实是这个？民小去打伊的冷尻川啊！无啦，咱是主要是对于那是像陈教授讲的咱是对咱的台商嘛所以咱政府对咱的人民也有一个照顾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个议题该因的政府提出这嘛是应当的啦但是讲因安那来回应，那就无一定上少咱的政府。这点这个心意做个够，上无嘛，讲一个嘴是。上官呢，您刚刚我大概给你整理一下刚刚陈教授也提到，就是说，第一个他最担心的是这个疫情会崩溃掉，那么所以呢，尤其是2价疫苗，在中国几乎是没有打过那么是一个处女族群，那么因此他非常担心，尤其是台湾的台商在中国。所以他想了一个点子，就是希望我们把2价疫苗送过去，起码让这个台商能够打得到。你觉得这个可行吗？我觉得现在其实中国它现在并不是说没有疫苗，
也并不是说它缺乏一个疫苗的供货商。你看前不久这个德国总理刚刚才去了中国，他可以说是足够的充足的这个 BNT 疫苗可以供给中国。那么中国如果要首选的话，他一定要选这个人对他是有帮助的。而且呢，现在的执政党又不是国民党，他为什么要用台湾的呢？他为什么不拿这个疫苗去做一个很好的筹码，去跟他想谈的人谈呢？我觉得即使中国有这个需求，他的首选应该也不是台湾，除非台湾能够给他提供他想要的东西。是，对。但张老师你觉得呢？你绝对无可能去接受台湾的疫苗。我想也知道，因为第一代表承认讲，我中国遐尔大，比你台湾比袂赢，那有可能啊？这无可能承认这种代志嘛？伊开始也愿意承认这种代志，一早就甲美国、英国买，真正用买嘛，袂要紧啊。伊买疫苗，这毋是啥物无民主的代志嘛？大国买这疫苗，无就是甲美国讲好，咱合作生产，贴伊个牌，这嘛是真种方式啦。哦，所以咧，伊绝对是无可能去承认讲爱用台湾的，这是，而且吼，即摆台湾是民进党执政啊，民进党执政之下会当做出疫苗互中国使用，代表讲台湾的这种科学是袂歹，因哪有可能承认这种代志？所以我想吼，这当然吼，咱是好心啦。那如果咱们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讲给上官人听，就是说，我们也请慈济买了疫苗送进去。我们也请鸿海买了疫苗送进去，我们也请这个 TSMC 台积电也买送进去。更加无可能，更加无可能。为什么更加无可能？这拢啥个拢是民间团体啊！这个民间团体会当做这种代志，代表你政府是无能啊！中国共产党敢可能承认这种代志？哦，这样我一个共产党9600万党员，这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较天真啦。嘿，这哪有可能？当然吼，伊绝对无可能承认，伊无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有效啦。咱台湾是民主政府嘛，所以讲啊，这个政府做袂到，就民间来斗相共吼，无感觉啥。但是对因来讲是袂使啦。而且吼，我个人认为吼，中国政府吼，伊即马对伊人民在讲啥咧？你讲台湾2300万人啦，伊即马逐工台湾当政府，他们应讲台湾当局啦吼，台湾政府逐工公布的这种过往的人，今仔日是53个啊，所以咧，台湾防疫的这个根本拢无好嘛。其实讲实在，照真正的统计吼，台湾即马确诊的人数伫全世界排是100万名呢，嘛无讲偌好呢。好，这种过往的人，这全世界即马排是100几名呢，所以排中坎的啦。中坎尔嘛，真正所以吼，即马选举当然即马讲选举是题目以外，但是咧，即马选举吼，执政党讲实在对这种防疫吼是爱配实力的，唔是讲逐工讲我防疫活用的，因为人民是感觉你防疫无好呢，结果你把这种爱配实力的物件做即个成绩来讲，所以你输是。无虾米好冤枉，这是真另外一个代志。我意思就是讲，秀熙老师啊，搁伫线顶吼，我虽然问伊哦，不，这你是专家，但是咧，我是学政治的，政治就是观察投票的行为，即摆人民就是这种认知，好，这种认知你做得歹，中坎你做得无好，对哦，就是无好，好不管如何吼，这种认知就是影响结果。当然人民无专业嘛，偌济人有学过。这个讲话无嘛？这你真正讲上无爱和秀熙老师来讲这话，讲正确嘅人民无听，人民无了解，假是人民真正遐尔用，遐尔了解，台湾早就独立啦。我讲实在，有需要讨论者。老师，要独立无独立，现在这样讲，咱请秀熙老师哈。老师，咱小可简单的讲一下哈。咱台湾政府在这摆这个防疫来中国来讲，那是以死亡人数来讲。咱的防疫算做成功还是失败？摆咧中坎嘛呢？我首先呢，回应者就是讲吼，即马全世界你若讲要比这个流行吼，确诊数吼、死亡，其实这国家之间吼，其实足歹比较的啦，因为不同病毒株的流行的时间无共，啊，你计算的时间嘛无共，啊，你欧米伽传染的速度无共，所以我是感觉讲，我读拄的重点，其实我唔是讲。要用台湾吼，甲买疫苗互关注互中国大陆，我唔是安尼。我的意思是讲，咱的疫苗嘛是甲美国买的双价疫苗，
啊，但是我的意思，我是关心台商哦，因为台商今仔日若要转来，伊有感染的风险，啊，伊转来，伊嘛感觉伊感染对台湾伊本身的亲情嘛无好，啊，咱是毋是事先来当想到，咱都甲美国买这双价疫苗，哦，所以我嘛同意讲，这个双价疫苗，我即摆毋是咧讲这是台湾做的，还是毋是台湾做的，还是讲。双价疫苗本身来讲，就是即马对这新型变种病毒较有效，所以是毋是咱有台商想办法，互伊转来台湾之前，哦，然后来拍疫苗，因为春节嘛，即要到啊，是要到啊，春过才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伫中国大陆目前来讲，所以吼，我总同意学徒啊3位专家吼伫政治的立场，但是我主要是提出一个讲。咱是毋是干那用人道的立场来想这个代志，并毋是咧讲政治顶悬。这个中国大陆，咱是毋是爱接受台湾的捐助？毋是安尼，也是讲其实中国大陆要买什么疫苗，还是要做什么疫苗，我相信伊嘛有因的政策。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疫苗目前不管是中国大陆疫苗，还是今仔日这个其他国家的。疫苗还是台湾，真正其实台湾做疫苗，拢共款，就是这是原始做的疫苗，今摆其实拢无效啊啦，哦，所以我较无效，所以毋则讲今仔日大家爱想着讲新的疫苗有法度去阻挡这个传染无安尼，咱关心的是从这个人道的立场。是，感谢这个陈教授，感谢。我要来问吼，其实上官乱，您在在中国当然还有亲友。他们这长久这2、3年以来都被教育，都被宣导，这个疫苗非常可怕，那么千万别出门，然后一染上就是很不得了。现在大家还这么想吗？现在，其实从昨天开始、前天开始，整个中国的官媒、主流媒体才开始慢慢的释放信息说，这个东西，这个病毒它没那么可怕。但是它能在几天之内就完全的扭转普罗大众的想法吗？我觉得可能还早。另外呢，就是我也不认为就是现在看起来的松绑哈，它是一种抗疫有效的已经在松绑的一个迹象。我觉得它现在这个情况不叫松绑，而叫做真空的状态。不是因为他们去拿了白纸，所以他要来松绑。是因为他们的抗疫有效，但是现在不叫松绑，现在叫真空状态。对，真空状态就是说，现在的所有的松绑只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各个官媒的这个就是信息的释放宣告上，但是真正的地方的，它所有的核酸检测啊，然后包括这个就是什么24小时啊，还是48小时啊，这些政策它都没有真正的迹象，所以现在造成一种很混乱的状态，就是。它虽然在撤销，比如在成都，它撤销了这个核酸检测的点，但是呢，你要去逛商场，你还是需要24小时的核酸检测。那我到底是逛还是不逛呢？就现在是一种真空状态。对啊，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它进入了一种真空状态。它之后到底是真正的要执行这个松绑，还是说过几天看，哎，不行，我觉得还是不行，我看也没有什么人抗议了，然后又回去，我们没办法判断。所以我也不觉得现在是真的。那您现在您的家人呢？你家里的人，他们这么2、3年下来，那么到底，我想这个做这个核酸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那出门进门这个生活上面的影响，还有生计上面的影响，到底你估计？这个分几种。那比如我妈妈他们那个年龄的人，就他们有退休工资。我跟你讲，这几年哈最大的区别就是老人和年轻人造成了一种很强烈的撕裂。怎么讲？因为这3年。所有年轻人有工作的人，他们的工资全部被砍半，然后失业的人有大面积的失业。年轻人是非常非常惨的，就是惨到无以复加。他们之所以能上街，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失去，所以他们才上街。而老人相反，因为老人他们拿的是退休工资，退休工资根据中国的这个规定，它是每年必须要随着这个 CPI 必须递增的。所以老人他除了感觉得到这个物价上涨，然后封控期间买不到菜之外，他的收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我今天看到一个段子，其实非常的心酸。他就是说，这几年千万不要跟你父母吵架，因为你没有工作，你全靠你父母的退休金来养活你。这个是一个现实。所以对我父母他们那个年龄就拿退休工资的人来讲，他们是他们的这个对病毒的这个印象是完全受到
是完全受到这个官方的主导的影响的。对，但是年轻人呢，他一定要找出理由，就是要打破这个防疫政策，要打破这个现状，他要吃饭的。所以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看法，他是有所改变的。是我也有看，我也有在中国有一些年轻朋友们，他们会翻墙，他们也知道说外界其实都已经这样，尤其看世界杯，他们世界杯呢还把这个群众的这个全部都是用马赛克码住。不让你看到说大家都没戴口罩，那个码住可能是大家就是可能是后置 P 图的，后置对。但是呢，的确现在的所有那个就是它全部只保留那个球场的和球员的镜头，所有的侧写镜头都不给你，全部裁掉，对，全部裁掉，然后就是用那种模糊嘛，把后面的全部虚化。是，那这个我要请教哈曾老师啊，张教授。即摆安尼看起来，其实对少年人的内心已经产生了真大的这个心理变化，经济，吼，尤其是资讯的落差。譬如讲，即摆开始了，即摆突然间甲我讲无要动态清零啊，这个无严重。这个对着这个社会吼，老师长期咧观察这个中国社会，你预测，敢有可能变做一种新的这个潮流，还是什么代志影响到中国未来走向？上少啦吼，即马开始上少这喙你讲要开放吼，还是讲迄个要检讨吼，本来这个政策的执行吼，这部分，这就是这个白纸运动的一个成果嘛。哦，若是无这个白纸运动，伊就办，因的政府嘛无感觉这个要搁批评嘛，吼。所以我是认为讲，上少这个白纸运动有互这少年人吼一个鼓励啦，就讲你若有意见透过这个网络啦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呢，只要吼无去犯到这个打掉红线吼，其他较无合理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议题呢，大家拢说想办法较表达出来，一定有效啦，像这个一寡政策是足无合理的嘛，就是主要是讲，想到讲这中央讲伊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个坚定不移啊，因为这个对中央来讲，我这个政策的方向是要救人嘛。但是你的地方的执行的时阵，你这个过度防疫啦，还是讲，你起码讲禁止层加码，是啊，就变做害人嘛，所以这个问题是，唔是这个对于中央来讲，唔是我这个政策问题，是你具体这执行这部分的问题。所以民众伊第一线反映这个意见，伊当然伊会接受啊，讲这但这个中央这反应就明确的迄个互大家一个这个生活当较正常的。所以我是认为讲看也是安那解读这个白纸运动的迄效果啦。但是我认为讲对少年人来讲，伊会认为讲我这个表达若是迄个莫打着红线就合理有迄个证据等另外就是爱人济和这个这个因政府的这个打感受的压力，对，安尼都好所以我感觉这是咱要为这部分来肯定这个运动所以那么才看讲这个同齐都是足侪比如讲过去参加过律师这民问者，伊嘛袂讲爱鼓励讲你即马都爱去周街头啦，嘛袂就是讲。但有阶段性的这个成果，爱互伊稳定一步一步互迄个互因思想也安尼修。是。这他多吼，其实前几工吼，上官乱也有讲到，其实对着这个目前为止真侪人还搁咧观察，但是尚无有一个效果。已经知影讲，我无孤单，我无孤单，原来你甲我共款，拢有安尼想，免惊，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上官咱头仔讲，咱即马要处理这个成果了但少年人甲老大人的想法开始有小可无共款这就是社会变革的开始。张老师，你安怎来看这个代志呢？一定的啊，因为即马较时大人感觉共产党较有理由啦。即马
少年人吼，这种实际上生活的困难甲无方便吼，伊的这个忍受的程度吼，可能较低，较低。所以即摆我看街头的人吼，有看到淡薄仔影片，拢是少年人较侪。这对共产党来讲吼，当然吼，伊不管是爱帮还是爱敬吼，一定袂当影响共产党本身统治的稳定，这是一定。所以咧，即有几下种可能。第一就是，你即马讲是地方执行的问题，执行无好，所以咧，即个中央做好人，吼，中央来解决。无人拢是一台。对，就是地方做甲无好，中央来改善。啊，无就讲即个核酸公司吼，即乌西。对，掠几个人来抬，吼。然后，互大家感觉讲啊，中央还是英明啦，这种可能性共产党是常常在做啦，所以这不是大问题。但是咧，真正抗议吼，抗议到一个程度，而且抗议的物件吼，除了疫情以外，抗议到别项，抗议到政治，抗议到其他物件吼，可能共产党就无甲你无甲你客气。吼，第三咧就是吼，假是抗议真正到吼。党内有人想要利用这种抗议吼来挑战即卖政权，所以意思会出一个弯世开。就是这种状况吼，我感觉第一是内部爱杀人爱掠人，第二就是拍台湾，因为拍台湾这个本来伊就准备足久啊啦，伊即卖是等时机尔啦，尤其即卖台湾选举过后，伊感觉讲台湾人其实是等咱去解放的呢。所以咧，伊用选票来表达对即马台湾的政党的不满是足大，所以到时阵咧，假使中国问题较严重吼，伊就调兵，调兵拍台湾的，所以拍台湾对外战争的时阵吼，内部少年反对吼，你咧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无共啊，你这就无团结，你就是境外势力吼，有机可停啊，对，来影响，所以。看啦，因为吼，这个对中国来讲，拍台湾是毋是爱要拍无要拍的问题？是啥物时阵拍？吼，相对来讲吼，伊个这个困难的程度是较低。吼，所以对因来讲吼，对台湾来讲吼，其实即马来讲，咱的国家安全吼，这个威胁吼，可能是增加。吼，当然大家讲啊，你讲这吼拢是客家人，我感觉有准备比无准备好啦。假使讲咱有准备，尾啊人讲啊，你咧中国写乱话，但是咧准备拢是白准备吼，我感觉袂要紧啊。从家是拍来时阵，咱感觉无准备，安尼就死啊。好，行，我要来请教上官亮。刚刚其实两位教授都有提到，可能的情况之下，就好像您前天也提到说，要找个背锅侠，然后就是他，然后就是他做的不好。现在的中国人民。有这么轻易的就会买单，就是说反正有人出来担个罪就行了吗？还是因为这是我们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社会，就是说，因为他可能翻墙不容易，资讯不公开，所以他很容易有小粉红或者天真的。你感觉到这个一定是如此吗？这个肯定不是啊。就像我上次说的一样，就是之前我们都被骗了，就真以为就是民众会这样相信。但是你看这次上街那么多人，他们提出来的口号，说明就是这么多人其实不相信的，只不过他们的声音发不出来，他们必须走到街上才会发出来。那么我们来回看一下，其实这次中共他几乎是他们的一贯手段，就是把这个归结于一小撮就以前我们现在回头看，你不管是86还是89，这个所有的抗议潮，后来的官方的所有的。就是表态，他们都一定会找出一个敌对势力，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境外势力嘛，那时候就是中国还没有开放，所以我们去看那时候的定性也是，就是说人民内部一小撮势力的那个教唆和怂恿，然后现在有跟世界有的交换，他有的交流，他就说是境外势力，对，就是这中共就是一贯的表达，就是永远是别人的错，永远是一小撮敌对势力的错，他自己永远没有错，然后一定会找一个就是背锅侠。然后，而且它也符合了2种，就是民众最近几年就是勉强能接受的思潮。一种呢，就是都是资本家搞的鬼，都是资本搞的鬼，那就找一个资本家呢，就把这个核酸公司找上去背锅。包括你看打马云也好，打腾讯也好，都是打资本家嘛，反正民众就接受这个说法，反正跟我没关系嘛。
然后第二条呢，就是他跟中共这么几年来，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想要和美国一决高下嘛，就是称霸世界的这个思维，它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它符合我们它符合民众对东升西降啊，然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反华势力啊，就是警惕中国的崛起啊这样一个思维，它是一以贯之的。然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它永远就是这两个核心：第一，制造敌人；第二，我们是中共的统治合法性，它都是这两个。我的疑惑是，毕竟您念的大学也在媒体工作，资讯上面是比较通透的，在中国内地的时候，你就已经大致上知道，同时也跟台湾也外界同时，那一般人真的是如此像这样想的吗？肯定没有啊，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就1/1000吧，按照比例。那1/1000也不少喽，对啊，也不少啊，所以上街差。